我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段期间，立法院通过监察院的人事案，嘛来通过国民法官等等重大的法案。不过，伫审理的过程中，嘛无甲朝野对立、拿力冲突。面对一连串的改革，民众安怎看呢？上新的民调有超过60%的民众赞成国民法官，有46%的民众同意甲考试院甲监察院甲废掉。啊，若单局敢有适合做监察院长呢？认为适合的4%3，认为无适合的嘛是4%3，可见这个社会观感、民众的看法有真大的争差。立法院临时会议会第2日3读通过国民法官法，和法官3个人甲国民法官6个人共同组成国民法官法庭做伙审判。针对国民法官法的参审制，有63%的民众赞成，抑过参审甲陪审做伙实施的，有超过80%的人赞成。对于深化民主这一股新的社会力量，我觉得这个某一个程度呢，陪审制是一个方向。除了司法改革，民众对废除监察院嘛意见无共款，有4%6的民众赞成废除监察院，抑过嘛有3%9无赞成废除监察院。虽然有4%3的民众认为单局适任监察院长，抑过共款有4%3的民众认为讲伊无适合。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一个提名，立法院虽然高票通过，但是民间声音并非如此，这个看法分歧甚至相当严重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民意状态。考试院监察院人事案甲国民法官法引起社会大众普遍的讨论，要安怎化解社会无共款的意见，这是政府真重要的代志。